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历代志上卷12章16节到22节，启示录21章第5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造的人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被更新，特别是在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。当初代的教会门徒，他们经历了司提反的殉道之后，为了躲避这个压迫，他们就四散。后来有一大部分的人呢，跑到了安提阿，巴拿巴当时候也被派到这个地方去。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模式通通改变了，过着一个新的生活，因此当地的人就称他们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。英文是这样说哈，就是 Christian 哈，后来就翻译成为基督徒。他们的新生活让他们带来了新的生命力量。安提阿后来也成为基督教初期发展最早的一个宣教士差派中心。新的生命带来新的力量。我们在历代志上卷12章16节到22节看见了大卫时代的祝福。上帝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，与他同在，并且差遣了他的圣灵临到了众军官。全部的人都改变，有了新的生命，也都愿意归顺大卫。因此大卫的军队就成了一个非常壮盛，类似上帝军队一样的壮大。经文说，有一次便雅悯和犹大支族当中有一大群人到大卫的要塞投奔他。大卫出去迎接他们，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做盟友来帮助我，我欢迎你们加入我的阵营，我无意伤害你们。如果你们想把我出卖给我的敌人，我们的祖宗的上帝会知道，他要惩罚你们。上帝的灵感动他们当中的亚玛赛30勇士的首领，他喊着说，大卫啊，我们是你的人，耶西的儿子啊，我们站在你这边。祝你和你的盟友都成功，你的上帝是你的帮助。大卫欢迎他们，派他们在他军队里当军官。大卫跟非利士人去攻打扫罗的时候，有一些玛拿西支族的战士来投奔他。事实上，大卫那时并没有帮助非利士人，因为非利士人的头目们怕大卫把他们出卖，卖给这个从前的主人扫罗，所以他们打发大卫回喜革拉。大卫回喜革拉途中，来投奔他的玛拿西战士有亚拿、约沙拔、耶迭、米迦勒、约沙拔、以利户、喜勒泰。这些人在玛拿西军队里面，个个都是率领1000人的军官。他们在大卫的军队里当军官，因为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。后来他们在以色列军队里面也当军官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投效大卫。因此大卫的军队很快就成为了强大的劲旅。在启示录21章第5节到14节，约翰预言提到上帝将万物都更新了。其实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上帝造新的万物。
英文这样说 ：“Made all things new。”这个概念跟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保罗的神学理论是相符合的。启示录的经文这样说道：“这时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说：看了，我更新一切。”他又说要写下来，因为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。他又对我说：成了，我是阿拉法跟欧米伽，是开始和终末。我要把生命泉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人可以领受这些，就是我要做他的上帝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但是那一些胆怯、背信、腐败、杀人、淫乱、行邪术、拜偶像和所有说谎的人，有火和硫磺烧着的湖等着他们，那就是第二次的死。那拿着7个碗盛满在幕后7个灾难当中的7个天使，有一个来对我说：你来，我要让你看见新娘，就是羔羊的妻。圣灵支配着我，天使把我带到高山的顶峰去，让我看见由上帝那边从天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。那城充满着上帝的荣光，闪烁着像碧玉宝石，光洁像水晶，有高大的城墙。那城墙有12个门，有12个天使把守着，门上写着以色列12支族的名字，每一边各有3个门，东边3个，西边3个，南边3个，北边3个。城墙建立在12块基石上面，基石上面写着羔羊的12个使徒的名字。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能够像新造的一样，与旧的生命要完全的无关，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新的力量。诗篇93篇，上主掌权，他以威严为衣，上主以能力为腰带，大地坚立，不能动摇。上主啊，你的宝座自古坚立，从亘古你就存在。上主啊，深渊发出声音，洪流冲击怒吼。上主在高天统治，压倒了洪水的吼叫，胜过了海洋的浪涛。上主啊，你的法则永恒，你的殿宇神圣，世事无穷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经历更新的力量，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活出新造之人的生命，见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